刚说这个夹走，完事儿下上雨了，赶紧的接去，快去！这雨伞多好，16块多钱。他在那嘎等着呢，还走吧。这雨伞16块8，双人的，你看看，2人的够用。哎，老王，你说多巧，咱事儿刚办完就下雨了。是呢，你看3天都没下。这雨地啊，出着太阳，下着雨，所有的事儿全办完了，回家就下大雨了。行，这就告诉你了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赶紧家走吧。就是圆满了。推荐你们拍一边这雨伞啊，这雨伞是双人的，1.05米的，也有3人的啊，3人的才19块8，需要的可以拍啊。像这个出来进去的上山呀，上海边啊，下雨这不常事儿吗？快，给打好了，给挡着点，给挡着点，快，哎，快，给挡着点。行了吗 ？OK 了吗？咱走了。脚。走，咱走了。好。